大家好，我係 OM，今日係第20日嘅鏡子練習。練習嘅題目係教孩子做鏡子練習。首先，我想邀請你先收睇一段影片。影片嘅內容係一個好可愛嘅小女孩 Jessica， 佢企喺鏡前邊同自己講肯定語句。請你邀請你嘅子女，又或者係生活中認識嘅小朋友一齊收睇呢段片啊！又或者同自己嘅內在小孩一齊觀賞都可以。而家請你引導你身邊嘅小朋友，好似片入邊嘅 Jessica 咁樣講出自己嘅肯定語句。事後問下佢有啲乜嘢會令佢感到快樂，然後引導佢喺塊鏡面前講出嚟。你亦都可以喺自己做鏡子練習嘅時候，邀請埋小朋友一齊參加，又或者講一啲簡單嘅肯定語句，例如係我愛你，我愛每一部分嘅你，我好靚，我嘅髮型好好睇，我真係好正啊！我跳舞嘅時候簡直好似明星咁樣。記得每日安排時間同你嘅小朋友或者係內在小孩一齊做鏡子練習，每朝只需要幾分鐘就夠啦。最後，我哋一齊嚟重複3次第18日鏡子練習嘅肯定語句嚟結束今日嘅練習。我敞開自己，我樂於接受所有美好嘅人事物。我敞開自己，我樂於接受所有美好嘅人事物。我敞開自己，我樂於接受所有美好嘅人事物。我敞開自己，我樂於接受所有美好嘅人事